另外，在台南市议会临时会呢，有哪力议员是表示讲，应该甲加扣的税金，也阁有交通罚款，拢甲退出来，变做是普发现金予市民。算算咧，一个台南市民呢，是会使领800至1000块。也毋过，这民间的意见煞无啥共款，有人是建议讲，这个钱应该着爱摕来治水，也是防灾等等。也若台南市府是表示讲，会阁斟酌来考虑。中央目前已经决定要普发1万块啊！台南市议会18开临时会，民进党议员临时动议提案，主张市府嘛通甲超收税额、甲交通违规罚款，以现金普发的方式幸福市民。那也部分议员赞成支持。编列预算的时候，其实常常就把税入编少了。好，那其实这样会对未来政府在执行财政上面效果不彰，所以也借由这样的议题，让政府知道说未来编列的时候要更精准。伫咱财政袂歹的情况之下。一旦加发落百姓，苦民所苦，这是国民党党团的主张啦吼。阮支持民党法。这个提案所指的财源是包括地方的房屋税、地价税等超收税额有8.17亿，加上超收交通违规罚款4.7亿，拢总13亿。照台南有186万人口来算，每一人平均通领800块。国民党有议员建议直接普发1000块，嘛有人反对这款做法。高丽菜就要300多块了，你说给800块，我不认同啦。我认为钱要集中在一起。集中在一起呢，赶快帮这一些呢灾民重建家园。是要不要发？我觉得还是要多听各方面的意见，好，那我们才会在最后做最后的决定。不是说现在已经答应要发了，因为这知识体大，而且对于财政影响财政的冲击非常的大。地震台南市丰泰省等溪北地区，目前也有真济灾区等咧中建阶段，有民间团体庇守普发现金这个做法，建议钱用伫治水甲防灾顶管。那我们这些西北的，比如说治水的建设经费要从哪边来呢？所以我们当然会希望说，市政府或市议会可不可以优先把我们的预算跟经费花在刀口上？这个普发现金提案，市议会已经通过，特别发1000，估计上无爱18亿，已经超过台南市府现有超收的财源。黄伟提回应，尊重议会决定，市府会搁斟酌考虑，若有影要发，会伫9月2日定期大会进前提出完整报告。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。